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做伙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，咱来读圣经这个单元，我是代班主持温柔。最近新闻爆出国际的震惊事件，让我想到遐个处伫战乱国家的百姓，因都好亲像是伫这个黑暗内面无希望的人，是坐伫死荫之地随时面临死亡的人。看到因惊吓又个无助的眼神，这一幕互温柔感叹，咱人实在是真微小，咱的性命实在是真无常。现在平安，后一刻要怎样，无人知影。所以今仔日温柔要甲咱大家做伙来读马太福音第4章第12节到第16节，甲咱大家做伙来思考，咱生命的平安究竟伫叨位呢？马太福音第4章这段经文，互我有真深刻的体会。大概伫20几年前，迄个时阵，我的亲人因为遭遇到真大的患难甲痛苦，所以嘛带来互我真大的惊吓，心内无平安。我一心想到要来寻找平安，想要寻找生命的避难所。后来耶稣的救恩临到我明白了耶稣。迄个时，我就亲像这段经文所讲的，是迄个坐伫黑暗死荫之地的人，发现了有光照耀，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真光。迄个时，我知影，我找到了生命的平安路。迄款的满足，迄款的喜乐甲平安，毋是对这个世界来，也毋是这个世界的苦难会当夺去的。咱现在就做伙来念这段经文，马太福音第4章第12节到第16节。耶稣听见约翰落了监牢，就退到加利利去。后来又搁离开拿撒勒，往迦百农去，就住伫遐。迄个所在靠海，伫西布伦甲拿弗他利的边界顶悬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讲：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。迄个坐伫黑暗内面的百姓，看见了大光；坐伫死荫之地的人，有光发现照着因。伫22年前，温柔正是迄个坐伫黑暗死荫之地的人。迄个时，我活伫这个罪恶黑暗的世界，互无平安的命运来掌管。这款的体会是来自于我的大姊互魔鬼控制，我的弟弟因为车祸规身躯变碎，所以迄个时阵，我心内常常安尼想，人是活伫无平安的生命当中。虽然我毋知影为什么，但是伫我的心内都有一个真肯定的想法，就是我要寻找迄个使人平安的神。因为伫我细汉的时阵就听讲，神是掌管人生命生死祸福的神。这是伫我捌代志以来就听人讲的，所以我一心就想到要来寻找神，要寻找生命的保障、平安的所在。所以当我的大姊互魔鬼控制，伊寻找各方的神明，做各种的法会、各样的仪式，也是袂当把迄个鬼赶出去。就伫伊走投无路时，伊就听从了信耶稣的日子，来寻找耶稣的帮助，来到真耶稣教会。就安尼，伫教会帮助基督，奉耶稣基督的性命赶鬼，鬼就立刻被赶出去。我的大姊得到了逃放，得到了平安。嘛，因为安尼，我看见这位耶稣甲我过去所明白的生命无同款。
耶稣伊毋免人烧香拜伊，也毋免人做什么款的法会，只要信伊，只要倚靠伊，食着基督，耶稣的权柄甲能力就要甲人同在，就是鬼嘛爱惧怕，嘛爱逃跑。所以迄个时我就安尼想，耶稣是大有能力的神，只要信伊，食着基督，我就有平安。所以耶稣就是我所要找的神，我决心要来信耶稣。后来当我信了耶稣了后，透过圣经的查考，我才知影，原来人无平安是因为人无神，因为人甲神隔绝，人是活伫罪恶的命运内面，来随波逐流，就好亲像羊无牧人看顾、保守甲带领，困苦流离同款。所以咱人爱经历人生的苦难。所以迄个时，我才真正体会到，人人拢需要神。人毋是只为着这个世界来活着，毋是来纯粹倚靠这个世界的福气甲帮助。你是需要耶稣的拯救，需要耶稣的带领、保守甲看顾。所以，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，我深深的体会，过去我无认捌神，活伫无神、活伫罪恶黑暗的这个世界，随着命运的安排，无平安，就是迄个坐伫黑暗内面的百姓，坐伫死荫之地的人。但是现在我知影了，耶稣就是人类生命的根源，是这个世界的光，是人类的救主。伊要救人出黑暗，入光明，拯救伊平安的基础。感谢神，今仔日咱人类活伫罪的内面，活伫这个无平安的世界。但是主耶稣已经给咱开了一条平安的道路，就是借着神到伊遮来，就会当进到伊平安的国度，享受伫耶稣内面的平安。亲爱朋友，现在耶稣已经将伊的救恩带来给咱世间人，伊就是生命真光，要带来给咱有盼望、有平安甲稳定。只等咱来就近这个光，领受伊的平安。接下来，咱要做伙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奉耶稣圣名祈祷。主爱天父，愿感谢学了你，认捌你是我这一生上介大的福气，因为你是世界的光，是生命的真光，平安的真光。你爱我，将我对这个黑暗的所在迁到你光明的国度，来享受伫你内面的平安。若毋是你的拣选，如今我也阁是迄个坐伫黑暗死荫之地的人。主啊，因着你的慈爱、恩惠，有你的同在，现在我无阁再为着这个世界的患难来忧虑惊吓，因为我知影这个世界一切的苦难，拢袂当互我失去伫你内面的平安，因为你要做阮人类生命的依靠。你是阮的避难所，是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要指引着阮人生的脚步，更加要做阮永生的盼望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的平安毋若临到我，更加要临到普世的人。就亲像你经常所讲的，你的光要照伫迄个坐伫黑暗内面的百姓，迄个坐伫死荫之地的人。要发现有光照阳，所以既然来寻找你的这个平安的真光，嘛要临到伊，并且无人会当夺去，因为你讲伫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伫你内面有平安。
最后祈求你看顾、保守亲爱听众朋友，互因甲阮同款来得到这个生命的真光，有平安、有满足的喜乐。最后将一切荣耀、颂赞拢归咱伫天顶的爸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咱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到这边就要来完成了。若是你对今仔日的节目内容有感动，想要分享，或者有什么款的疑问，会当伫留言的所在甲阮来分享，或者来提问，嘛会当将节目分享给咱的亲朋好友。嘛欢迎到咱徛街附近的真耶稣教会，甲阮做伙来查考真理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欢迎咱后一回空中再相会。